台南市关灯12暗时有3印尼工骑2台奥多拜去互一台轿车弄着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。1个弄着人的驾驶佮逃走。第7日2天了后，今仔早起，伫律师的陪同到案。这个驾驶是一个环保局的清洁队员，警方嘛在调查车祸的原因。 监视器有翕到白色轿车驶外景，弄个力头就偌大。这站车祸发生伫咧12暗时台南的关灯，造成骑2台奥多拜3名印尼籍移工1死2伤。发生事故迄当时，肇事驾驶并无落车落来看，而且是车偏的座椅逃走。失踪2天了后，14早起才由律师陪同到案。无姓犯嫌自知难逃法网，于4月14日上午10时20分许，由律师陪同到案。 去轰弄的3名印尼籍移工，坐伫后壁小载查某乘客当场死亡，其他2个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。警方调查调出多的驾驶，根据着车牌号码还有路口监视器，发现车主的身份是台南市环保局的清洁队员，目前正在厘清原因。案发后，本分局积极侦办，并向检察官申请核发拘票，本分局将依法调查。 移送侦办。台南市环保局强调，详细调查责任也是要等司法机关厘清。若准是内部员工所做的，会依照规定该处罚，绝对袂含糊，也会加强法治还有交通安全教育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